家咧大，到这比啦，我买然后退化，并无遐清楚啊！你要叫伊讲道理，我讲，退化，可能一寡代志拢袂记起，可能伊记的道理，但都袂记起啦，道理搁记甲免讲啦，应该拢袂记啊。但是吼，伊个性做落来，人听讲啦，迄种比较少爷在讲啦，你去到病院吼，你去头你创啊，即个个诶，伊怪病院，病人吼，当起来艰苦个病人咧。但是讲咱医所大先生这两人拢病，这老人个性较好，袂死就了，袂会。当时咱若食人吼，啊若身体无好，咱即个会死死咧。但是咱真正的袂会，但是咱无一定计划，啊但是伊也袂记道理，也袂记即人，但是伊使用就是不一样。迄叫做啥？迄叫做迄语言。伊今仔日过去道理是，但是已经进入到伊的心灵，改变伊的主意啊，你真改变。人要想要修一点心尔，你心是袂倒转来吼，你心若会清，就是有种诶。你心若袂清吼，这是重心诶。证明我今仔日吼，读到博士，记足侪道理，天天把电拢回答了了，还是众生诶。啊，可以重心，我这是安尼比喻啦。修行真正行，要修到会真，就是伊个心。都要会讲法，所以咱讲啥物是正确的力量？我无来讲，做者外口做者啥物力量啊？我经验无来咧讲啦。当然，咱的经典咱研究无，但是研究的经典拢爱回归到你的本质，想法讲你真个心，是安尼。我感觉吼，咱来当你的心若是你着知影讲外口的物件拢假的，外口的物件拢假的，为什么外口的物件拢假的？所以倒来拄仔你真诶，你看你自细较真啊，偌济咧改变。你若想会对吼，自细啊，你做囡仔较真，看你真几十岁，这是那像我若想起过去吼，我细汉的时阵，阮大个厝是咧后壁厝，啊是咱知啦，土家厝，迄厝拢迄个土做啊，即种厝对，可以啊，啊咱就爱建拢起楼啊。较早即条路而且真人拢变啊，所以你若讲要找讲，我较早50年前做囡仔的时阵，行过迄条路去对，真刚刚阮爸爸妈妈咧讲，你知影阮小妹仔住伫对，小妹仔住哪里？小妹仔，我妈妈年93岁，啊，我细汉到国校的时阵吼，我妈妈捌带我去阮阿姨家，伊住伫迄个新华店，伊问我讲，啊，你敢知影迄个？你若是住伫倒？我知，细汉我甲这嘛40-50年，82年我就接落来，啊，较早我10岁，早10岁啊，我接落来40-50年。后来我毋捌去，但我敢讲啊，遐个厝绝对变啦，遐个路绝对变啦，你要去无可能。靠，遐离开去做一点，无啦，我讲知影啦，都煞啦，啊，连遐个久无见到啦，免去做遐，啊，伊无啥人斗，有想。我年龄早，我小妹仔就爱来，伊拢会安尼想啊。有可能老一辈人有即个地啊，是安那，是毋是爱迄个家厝啊啥个啦，后头厝啊啥个爱来啊？啊，伊拢想讲，我今仔到60岁啊，你遮老啊，你去到要走，唔知啊，就爱小妹仔来啦，当做啥啥啥，顾厝啊啥，太老了，都有这个。你是老要走，算了，没去玩这些啊，来搞个搞这个事啊。是真个，这个人哦，发起一条。世间一切一切，我感觉讲啊，是咱即个烦恼的即款代志啦，人啊、物件啊，你来看，搁经过10年后、20年后、30年后的时阵吼，而且人另外拢会明显的存在啦。啊，啊，像我讲时常讲一句话，我去到尾拢会讲一条话。啊，像阮爸爸，阮迄阵，阮大姐咧嫁的时阵。我爸爸早时啊，第一间店，阮大姐咧，迄民国差不多60几年时，伊建700菜，迄阵拄啊去食菜，阮兜无一个食菜。我爸爸这些全部拢，迄阵食菜人较少啦，民国60年到65年迄段时间。啊，迄阵我咱细汉咱食过后面，无人食菜，伊建700菜，后面甲臭到惊。过去真巧吼，我昨要食遐食我无来简单的吼，差不多请的时阵吼，用这个时阵食大大啊，啊无平时啊食到歹去，
你今仔老板，哇！啊，伊我人包我了，较早人做了咧弄一回，迄条请吼，一个习惯，一条筋啊，除了吼，当然是真的，就是习惯啊，磨个啊，哦，你若欢喜个，我办一个菜，我无磨个人去包，习惯人去包，会较早个啊。伫迄个时阵，我老公点点注定啊，因为我人啊，我妈妈嘛点，我妈妈啦，我注定变点紧嘛，我惊，迄做囡仔拢惊，伊对紧，我差不多50年，上面人都会记得这件代志。过去个代志，你感觉讲哎呦，这件代志哦，我朋友安尼甲我点啊，我讲了一已经经过50年啊，无一个记者，是我甚至对哦，就点仔提出讲，我头一点斗袂记者，我这件代志无人会记者，上面人会记得记者，咱来想，我阿伯都记得我惊有命，好啦，做啦放，我讲迄拢假嘛，迄个是真诶，你做袂了，用真诶永远记诶，啊，若人要念吼，念嘛，人生就是安尼嘞，足济人生世事吼，你只看真诶哦，你搁甲看30年、40年、50年，我讲咧，希望记记，咱人吼对人生一切，你会想通，啊，用真理去看，然后看这外面，哦，咱人要有这条力量，就是你家己吼自身诶，你家己自身迄个是真诶，哎，人生啊，阿妈我都离开诶时阵。袂晓行到离开的时阵，一切拢是一个因缘。这世人有缘做，那我这世人，佮过无啊？我真免烦恼，我顶世人我带来的那种。我这世人我都有这款个家庭的咧，我佮烦恼我顶世人我带来真个创啊。啊，若讲只讲歹听来讲吼，顶世人我带来对家啊，我嘛无烦恼，真正咧。啊，你来到这世人啊，你一个烦恼顶世人，你带来去计啥？只要叫那个代志做了，人生个世事吼，拢是安尼讲是。啊，所以人爱了解一切万法拢是有，你永远记得。我细汉，我其实嘛对啦，我细汉就是啊，叫啊，我这大嘛叫啊，人家到老大，人家到个意思你个嘛是我你点平时照料去到对一个嘛是一点点，可你命就感觉是感觉你变，咱人是爱讲这个真诶去认真啊。人生一切，虚华假景几十年拢变，厝啊变，人啊变，物件变，对啥变？对条物件，互你永远值啊！啊，我真感情啊，你做好诶，因缘若了，无啥物叫做好。哦，安尼啊，因缘若过，无啥物叫做好。啊，真济，我有可能嘛，我的囝，我的囝听甲来到遮，过啊一日线，我的囝去安那和我无啥关系。咱每一个人吼，缘啊真吼，迄个因缘若过就拢无，缘真即啥？哦，所以啥物是真诶？就是原来咱咧讲啥物是正常诶理念内底最重要。迄个理念内底一定对你个开始，你个就是开始，你会使袂去去别人，你嘛袂去去家己。哦，所以为虾米咱今仔讲求道，有讲求教，教人讲啊，我今仔带你来求教，我讲，咱今仔是道是教，是要教。所以哦，刚是讲道和与道的差别，它这里可以。道跟道有什么差别？道与教的差别。安尼今仔是你无可能讲啊，我人我带你来。求道，求道的方法。啊，免求道啦，咱是大家拢听，即个听道理。啊，免求道嘛吼，啊，道理嘛，安尼听啊，道嘛，可能这些啦，啊，对啦，啥物术，对无嘛，安尼来讲，啥物道理讲，啊，为什么求道？啊，无求道嘛是要听道理，求这咱是多此一举，绝对无共。啊，如果若拢共款哦，免做对求道啦。
在下面，每天的书表面啊，在大概8个月的那个，啊，可能一些嘛哈，总体我感觉出来，道理对，道理对，点这个表你回讲反正，吼，你的有时画，你有时无画出来，听就道理，听道理那是教的。可能这些啊，你那子，那是教化的，真正教化袂当救一个人呢。啥物人啥物人改变？我讲即句咱家己想。我要改变啥吼？我道理捌做侪，我千里万里，我口才做好，我绝对要说服你，互你会改变。啥物人我都做呢？我讲安尼大家想看，你的学问足好啦，你的经济足大啦，你的经历足好啦，你的口才足好啦，你的表达能力足好啦，一个人吼，你慢慢来说服互伊改变啦，我都无啦，我感觉无可能。真无可能，因迄是教化。我甲你教到了啊，你安尼你教化，照着教化教，没有一人改变，我安尼讲。啊，没有一人改变，谁来改变？你来听，道理是，伊道理我教，你免来讲啥。家己在遮感情啊，伊就叫伊甲你讲吼，我人这两日自己互我请教。你看你家己的想，家己的走啊，哦，你要改变啥？其实伊家己发现出来是伊的佛性。咱研究到点即个，你看无啥，迄内底有天人创造。啊，所以天气若好诶，有些点来无好，啊，就会时间无长。有诶人第一工，啊，有诶人经过3年5年无一定。但是你看点即个来了，点来了，内底会变因缘生。啊，所以。颠倒会换呢？所以为啥要颠倒的原因？啊，你无倒内底互伊，伊点有是无真正点清，咱目睭看无嘛，啊，毋知影我颠倒人是遮个办，毋知讲咱今仔办用的倒是心灵用办的，神人共办，毋是咱人伫遮咧做啦，咱人伫遮咧做的嘛。咱电脑数字代表这个哦，这个神人共办，看到一个人啊，嘛爱食，爱穿，但是迄内底有天创。我所以点即个，如果你过去你领导，你去点自信我，啊自信我你真理就会明，你点就会正啊，啊你的过去业种若愈少，你愈明，所以真理是随着了你的心境咧动。我心的业愈少，真理就愈明。啊，你心的业若愈大，真理就愈无白愈白。啊，你是是不是？所以人人都办。啊，无讲吼，可能在咱有迄个理论啦吼，啊，就听道理就好啊啦，你较认真吼，啊，比较拜拜无，你啊，无到有需要安尼，绝对有需要，因为咱求的是道理，你的心路会叫做道，你咧讲话会叫做道，即个无画出来，听课语当听尔，所以就较搞差别啦，所以一切办法不如，所以咱今仔日就出为这个心理进化。真理是得到听过啦，心就是自信，理就是真理，自信甲真理爱合作，也是真诶哦。真理若无去到你诶自信，就是信你诶自信嘛，就做讲嘛不离自信，你有一个不信诶。啊，咱人就是讲吼，一个心向外口咧注意，真去外口，结果无法度回讲咱食到你诶自信，啊，比较你勇是勇袂大，勇袂好嘛。所以真理爱互自己教所谓，安尼迄个真理爱真哦，爱明哦。哦，咱听伊道理，你敢有感受无？无听10年、20年、30年，听过啊，听安尼呢，好咧，咱别人安尼讲道理，都安尼，宗教遐认真，我哪有一定爱去信啥物宗教？每一个宗教，然后可能做先，难道是慢慢听安尼讲？宗教做先啊？但是听起来那像道理。
啥物教法可能做先，有一工哦，咱主张啊，讲哦，问伊善言之道，善言之道，啥物是善言？善言之道，善言的道理，风气人会了解。善言袂歹啦，做好事啊，对帮助啊，诚好。风气人讲，见见便不易行。因安尼呢，不见经便不及行，善言之道不见经便不及行。不见经的讲，伊无教性的法无咧，圣言赢去当去，又可以赢赛，这就不见经。不叫伊法无赢，也不离行。当然嘛，无法度对到旁边，迄个其实就是讲人讲故事的，有些就讲境界都很好，因为咱物件啦吼。你若宝贵物件，拢肯定对。当然啦，咱即个现在拢肯定银行啦，不可能伊古早时代啦。你的金啊，你的厝，你的钱，一定拢实实的拢去房间。伊这并毋是讲真正宝贵拢伫房间，啊，就是讲一个人的境界，性命的境界，你若我都入心，表示你的境界已经到呀，然后入世，不简单，你的境界已经到。啊，为是灯塔，灯塔意思，塔就是讲客厅嘛吼。我的境界到客厅了，一般咱若去人兜吼，是毋是讲客厅是？啊，客厅一般会摆设做普通的嘛吼。到迄个人的客厅吼，常常住客，跟金银财宝全部拢放伫客厅，好嘛？客厅就是不方便一个交代人的所在，大家拢看见。但是你要跟你到房间，就伊会出息啦，你到房间闯，无凊彩人无简单吼，你到房间。所以人讲登堂入室的，你的境界已经一直到大点伊是毋是搁一直到房间啊？伊咧变境界，这是登堂入室。家人风气讲不见经不离行，伊无照圣言的头毛咧行，啊伊嘛还袂嘛无到迄个房间的地方。做人嘛袂歹啊，帮助啊嘛是讲袂歹啊，点当然袂歹，我讲无好袂歹，但是伊对圣言。啊，搁毋是圣言的头毛，连对头毛，讲即句话哦，你看安尼讲的，合对头毛都无。你若讲啊，我搁对你头毛行，虽然我现是圣言，但是我对你头毛行，这还好。伊连对头毛行都无，你是讲圣言在讲。啊，圣言之道，啊，我伊是要做圣言，较简单。啥物叫做圣言？你有本事，我就给我一个过失。啊，你有啥物我就来斗相共。其实安尼是较好。啥物较歹做？你的心的亲像袂较歹做。你烦恼颠倒会当袂较歹做。心中内底有名利无较歹做，其实这是较歹做。啊，圣言的一直在做的工作，就是对伊的自信力。啊，圣言咧做，可以做个事，伊就会要求讲，我吼，我就要安尼干。我圣言大家拢有当做。你进到修行的圣言。是较简单，哦，意思就是讲，我要做，他们一堆心，一堆心哦，所以叫做心力。我就讲安尼大概正常个，因此上面是健康力量，放进去，就是我，你来讲，啊，你做做给来讲，只要你的不能画出来，大家心中拢会老实，哦，咱就做厉害。你问情况我是吼，一个普通的众生尔。其实众生就是有心，大部分是只是咱人哦，拢袂晓好好咱利用。就是我到咧找，我今仔日摆即个书嘛，心通伊安尼。我好的书都做厉害，心通啊，慢慢嘛无关系。有些人他家里执着过后，我到的物件上面人啊，跟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。是你家己的心通着。外口的人有啥物神通，无啥问题，啊，咱无啥关系。是咱家己的神通，神若无通过，有神通嘛无？咱人讲太神通嘛吼，结果毋知我的神通，
你的心若无，你若无回讲，咱讲做怎样？你心无讲，你的心拢真高，心拢吼拍袂开哦，啊，乐天得消是梦想哦，哦，天气无白哦，心中内底一太痛啦，啊，就是一条水管吼，咱个走到去互咧，啊，迄个喷到迄水槽堵头，迄个水管排水管有啊，就咱去看着。阮兜吼，捌请一个排水管，迄较早人咱做我唔知，啊，我就买一个吼，迄个防水管咧，一条咧，啊，做迄红线，迄个粗的线啊，弹簧线啊，画3米就5米，啊，绑对了通通诶，绑出来拢安尼，都一棍，绑在人头毛就讲啊，水咧冲，到尾仔你大概若咧洗菜啊，流落我就倒。水管若通无，你就讲，咱心心就通无，但心内底藏足侪物件，我家己物件好啊，啊人吼，有智慧人诶，你代志，啥物叫你代志？我摕足个物件来证明我诶心中，我讲对还是讲错？咱来讲，毋是哦，是别人讲我讲错哦，是我家己要讲错哦，其实真讲是咱家己要讲错，是别人我讲的。你若有法度有迄个智慧，你有法度回归到你的自信，啥物人我有法度会讲讲？你是无呢？因为我境界不足，因为我倒较讲着攀岩，因为我倒较讲着外口的物件，因为我倒较讲去在意人讲我啦。因为我个性袂关的。咱若摆有即种毛病，啥物人法度啦？譬如讲，我这个人袂爱听好听话，我这个人若看即人甲我讲爱听话。我的度量到遐，我心有到遐，我心情到遐，你同我讲啥，你我直接我讲无。但是就是我的心里作孽，作孽吼，咱一句话吼，你会怎讲？过去咧训练的人吼，用生死来考，无解决。你到想来第一清查，这个人清查一点仔解决。咱即个人咧训练，后天一句话讲了了，我毋来，哈。我做无注意讲落话，伊也毋知影讲我咧讲你伤着我。其实人伫咧伤伊也好，但是人讲吼，迄个计势吼，对无啥好安尼，啊，我去洗牛奶就变，我听着都做无满意诶，无啥想要洗。咱直接洗我一件代志，一句话，洗我也无啥吼。你若叫塌掉诶，我爱讲即支水我袂讲啊。所以咱人拢爱心痛吼，不想我这事拢唔得。你家己若有通话，你去到底拢是看我来，拢是新鲜的。啊，敢若我若无通话，要去找啥物人？所以休息，咱了解讲有啥物性质来讲。今仔咱要有正向的力量，别转到正向。这是今仔即个咱的研究嘛吼，研究才会变成我9点讲到这个10点半，啊，等你要听是要听啥？就像讲啊，你讲啊，认真，你讲啊。无听出济，我无听出济，你拿你的自信挂出来，这就是你人生这世人内底上较重要啦。啊，讲要去做找做啊，讲要找啥保庇啊？啊，即句话吼，咱毋知捌想过无？伊保庇，啥物人要知影？辅助咧，辅助会保庇，这辅助哪样保庇？啊，为啥辅助？我咧求，无呢，那像嘛是遐尼艰苦呢。我若有做去讲吼，做啊，我最近吼。你都无钱呢，啊，欠钱欠我走路呢，啊，一世人贫贱呢，有做啊，我来拜一个你嘛吼，我来保护我。因为我若对今仔日信心那是无。啊，我最近吼，迄个身体嘛无好，家人无平安，我一直喺求，那像吼，做啊，啊，你爱看那像，我观世音菩萨代志代志，啊，毋是比啦，我来求到安尼那像，嘛无啥解决的。世间人艰苦也是遐尼济啦。世间人艰苦还是你看咱即全世界艰苦偌济，咱台湾都还好，迄若你国外袂维修的叫要死。看观世音菩萨，你敢无看伊？伊迄艰苦甲咧要死啊！你敢无去来求钱？你看哦，所以有个人他不是很你讲有观世音菩萨，即个咧艰苦啊，观世音菩萨无来甲。世间无啥物好，是甲对啦，迄咱修行嘛，你欢喜心。
其实真正要伫你心中，每一个人心中是有份。你的份若无变，业障若咧生起，份就无道理。真正咧保庇是你今仔日有觉醒，你的有是有法，你的心若有转变，你的命改，啥物也要来保庇。讲到尾啊，嘛是爱自求多福。自求多福，这是有去体会的。那像上书啊，对于古早人讲出话啊，诸地不得福。你要有福，你家己要改变。你家己无改变，你要叫神都变哪办？我命就是民间的命，啊，为啥无爱改变这民间命？免哪改？是困，从富比上哩。困嘛，我做从富比上，因为你家己会改变。你有改变，你心会改变，命就该改变。所以唯有修行，教我就改变命。你好好啊思想改，心念改，你的慧心有出来，你的份就甲你保庇。啊，你的慧心无出来，你的份无保庇，外口会变哪个人讲名字讲哦，啊，当然有当时啊，咱若拄着代志，咱欺负无对，会当挂起，啊，小可咱人背者，但是嘛爱咱讲对。你若无讲无对要欺负吼，咱讲夹住鼻头。你若无讲无对，啊无法官讲夹住鼻头，可能。我咧想啦吼，都有可能讲。我无冤嘛，啊无冤，我惊纠纷尔，可能。啊，你今仔有讲一个大官吼，见到有气，一个大王一个分吼，是得你的心中，贴了板盖。到尾嘛，咱去做，咱无可能讲我拢无做啊，我搞谁做得起来？谁能搞我懂啊？伊是业障的物件是家己爱去了。哦，啊，咱伫咧请教的时阵吼，当然有人咧讲水，人咧讲咱师尊。你今日若请教真正有法官，你过去的业力，咱师尊师傅是甲咱。伊是先甲咱动的，伊袂甲咱消灭。以后你请教了，第一，你家己爱好好心情，你有心啊化出来，第二方面会改。第二，你的行功了解，你家己若内心有想，你外行有做，以后你会了解慢慢消。你若内心佫无改，啊外行佫无做，到尾就拍真诶啊！伊也无法度来咱打相久啊。啊，甚至师傅有时总有观点，但是嘛是暂时先甲咱打下尔。到尾嘛是你爱去用诶，并无无用诶。是我请教了，啥物拢业力无无去啊，拢师资办咧收了了，业力无无去啊，伊嘛袂无去啊，要无是家己爱去想。啊，所以咱伫今仔日修行方面，咱袂是。我今仔对一个师，听讲即个师足厉害，伊我都逐摆业力消，你若听着即个话吼，家己爱想安尼对。将来无一个有做工吼，伊会当消咱的业。讲你对我修得好，你来对我的弟子，啊，你一个月贡献我偌济，啊，好好啊布施。啊，你我得当想一点了，当叫我变成变邪咯。是这样个，那道理若无学吼，咱今仔力量若无真做啊，就是咱讲往变成变邪咯，迄内底拢有原因的。啊，太好变，啊，道理无对，无对，啊，讲伊有啊，就一个谎言，现在真的，这个书真好是懂我他，我的对的，另外他怎么对，他怎么对。修行人有盲目咧，你盲目骗你哦，我改，我讲干嘛？你盲目骗你哦，那些公仔我唔晓得，我今日来讲，那叫我做啥？刚才你讲啦，买些我认得，跟我，你妈妈记得得钱。我讲那是上可以，老板讲比我嘛上可以，你摆一个书啊，啊，迄个书吼，伊是这个嘛，然后咱穿的这个衫。摆一个书，啊，都平时咧冲冲点点啊，啉酒啦，要食肉，有人咧食肉，真正咧食肉。啊，伊就叫使爱来布施，哦，贡献，啊，一个月我啥物事都布施。咱迄道钱吼，真好小心。即个是济公咧，你看食鱼食肉，迄真有是济公在养补，啊，伊真趁的钱哦，你要有去啊。啊，钱啊，伊若加去叫伊啦。啊，来就要讲我听，我伊个后这个人真系有骗的。当然无去互骗是啦，骗唔知啊。啊，伊人叫伊摕钱，伊也骗钱啊。即我钱家己通骗伊。啊，这讲真正是啉酒啊、食肉啊，咱真正加即客啊，咧骗。啊，遐有啦，遐好骗。真正无咧研究。所以咱来到现场，听到你研究道理，哦，
靠近来力量，进来力量你家己人，你的思想你家己人会变，哦，是这样打，我安尼变变怎样讲吼？那个我那个对人在生死都玩一下来等，发现再搞那个那样对来搞了哈。通过这个要在这里面那个思考，然后要给我讲，有这个得主，之前好是因为你好，你心若想着倒转来好啊去关照，若无俾你无到时吼，全部好个，世间好啥物好人，你家己想吼。我看到啥物好人，你感觉真好，你敢就无感觉？你真好拢是暂时的，感觉好尔，一个感觉，都不了。只要你家己若好，你的自信若好，你看，无世间所为物件，外口的好都暂时的好，时间去变成，世间无一定主要你家己去变。所以咱的力量，当然后壁拢讲到遮就好啦吼，就你讲袂完啦，重点了好就好啦，若无三个吼，是要讲啦。真正欠三个是要讲道理啦。但是主要就是你家己的个想法才上好啦。安尼就解决。过一个有做到安尼想的，每一个有做到安尼想，无一个地方吼，互我哋听。伊到遮最后结束一个大概是要结果安尼种。那向讲师一鞠躬。